这川普外交幕僚瓦尔兹去做联合国大使了后，伫个听证会时阵，互人甲问到讲这台湾参与着国际组织的问题，伊的回答是有较保守。伊强调美国要是认同一中的政策，也毋过呢嘛支持台湾有意义来参加国际组织。前北京国安顾问瓦尔兹伫5月时阵，和总统川普来改做任命这个美国伫联合国的大使，伊是伫今仔日来参加提名的听证会。有参议员就问伊讲，敢是支持台湾来参与国际组织？伊话是讲了细字，表示会照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来做代志。 I support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s Taiwan'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. As you know, we have long-standing One China policy. It's govern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, the 3 communiques, and the 6 assurances. And unless directed otherwise, that is the policy I will execute if confirmed as ambassador to the UN. 伊讲到的台湾关系法3公报6项保证，这拢是美国伫1979年甲咱断交了后对台湾的政策。这甲中国的一种原则是无同。美国的意思是讲，伊认知到北京对台湾的主张，但是会继续来买武器给台湾，嘛反对用武力来改变现状。 伫听证会问这个问题是民主党的参议员莫克利，莫克利就表示讲，中国近年来是主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，若是川普政府要来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，嘛互台湾更加侪这个安全的保障。伊讲这款的政策拢会伫国会受到欢迎。若讲到瓦尔兹进前做参议员的时阵就来过台湾，伊对这个中国的政策立场是不哩啊强硬，但是其他的民主党参议员批评讲，瓦尔兹若是照 川普的方式，无愿意和美国继续开钱补助其他的国家，中国就有可能帐篷影响国际社会。共和党目前伫国会是完全执政，瓦尔兹嘛按算伫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开议进前，就会当来出任美国伫联合国的大使。以上是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伫美国华盛顿的报道。